哎，没挑完，也帮拿衣服，帮拿东西，也不跳高。他倒是很高了。他本来个子也高，也跳得高，看嘛，肚子也大。谢谢大家，欢迎收看。送完了吗？我看，那还有吧。哎。全部把收完。
那个。对啊，我之前跟你说了嘛。看他们，然后手机就不管了，小姐姐来了。他在直播。谁？奇美就他。就这个，这是奇美。这个女的是吧？哎。我看一下你有多少进去一下。他们在那边直播。这你们加那个吧。哎，你们看不清楚。我要离远一点。哎，咋回事？对焦咋回事？哎，没开正对焦吗？他们全对读名字不知道全名是什么，只知道是这个人曲美。那去那转不得比的，黑黢黢漂亮，眼睛都转晕了，奇怪。没有，不要。具体团的名字还没有问清楚。扎西学第一首都是。都会跳啊，都会跳，全部会跳。新国酒家那个后面那个乐火锅庄，13分钟肯定要跳嘛。啊，不要来跳了。
快醉了。醒过去早就喝了，现在已经肚子有反应了。清河酒有改茅台酒，说茅台酒友情赞助。你清河酒算啥？我五粮液要参加。有歌的名字都要改。666，还3个6，还3个6。马上开始跳喽！都是我们四川的妹子，不是，是哪去的？哎，要手机拍吧？这是我们手机拍。哎，没有放大呀，怎么会到哪了？中间那个叫奇美，中间那个其中的奇，美丽的美，应该是团队中的最受欢迎的吧？啊，13个。好吃。放音乐了。
原唱。是乌拉的声音。跑不掉，跑不掉。现在不是走高了。是看不来的。退一下，无关人员退出去啊！带行，退一下嘛，退一下，喝点水嘛，也。欢迎我们到来。被动了。这两个不跳，爸爸也没养狗。牛哎！
查查这个人，他这次去不能。拍摄，拍摄，拍摄。小三。这个给你就。再发达了，下哈达喽，马上开始了。过来。秋季的年这话给得动不？秋季的有，肯定有的。秋季的有，顶着嘞。秋季的顶着肯定嘛多。啊，秋季的没。看看。辛苦了，姑娘们。好像这男的里面好像是有一个嘛，两个上次那个。啊？上次那个。胖胖的那个。胖胖的。胖胖那个上次就做。哎呦哎呦哎呦！我可能是没拍到几个，因为我是刚刚9点钟啊，我拍的是那个那群那个什么苹果山。个人照片。